第一发，备好放。总统礼敬，请总统就位。献花。行3鞠躬礼，鞠躬，再鞠躬，3鞠躬，家属打理。请总统回座。行3鞠躬礼。鞠躬，再鞠躬，3鞠躬，请覆帽，家属打理。世代的以前总统登辉弟兄，他效法耶稣基督，他为爱台湾而献身这片土地，他的生命为台湾人民和土地带来祝福。以前总统曾经希望将他的骨灰撒在玉山，他所要表达的是他对台湾土地的认同，要与这一片土地融为一体。我们也期待他的玉山精神能够感召每一位台湾人为爱台湾而献身在这片土地上。无论是先来后到，总要认同台湾融入土地，活出玉山的精神。营帐枪，右拳。第一发，预备，好，放。第二发，备，好，放。第三发，备。